张头几个跟本事完成料理。出状况嘞，阿公阿婆每次都得试嘴，总得通数。好事好做出来给你，千万记得收看。每一集有祖孙搭档，由孙子挑战完成一道阿公阿婆的拿手菜。节目设计让孙子传承老一辈的拿手菜之外，更让人看到祖孙间的浓厚情感。阿公阿婆神救援这个节目呢，主要是希望可以让祖孙在上节目的历程中有搭档，然后抢奖金的感觉。那个流程是让孙子孙女跟自己的阿公阿嬷学做一道菜，然后做给儿童评审团吃，然后拿到奖金。那我们就是希望，因为祖孙其实是很微妙的关系。那小时候他们可能会很疼。那阿公阿婆是给予者，然后孩子是接受者。然后通常大人比较有感觉，然后直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主要受众就是青春期、前青春期，就是国小高年级的时候，这时候的关系会非常的微妙，因为他们开始叛逆期了，开始不是很想听大人讲话，但是阿公阿婆其实一样爱，所以他们可能既亲密又疏离，或者是他们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溺爱的祖孙，但我觉得每一种爱都是爱，然后那只是希望在做这个节目，然后我们自己也反思到自己跟自己的祖父母的关系，那也希望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也可以反思，就是那我在我的阿公阿嬷的眼里，他们是什么样子，那我又是什么样子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这样子。其实现在就是台湾做儿童节目的单位，感觉虽然很少，但感觉上有越来越多。但也有很多单位在扶植儿少节目。虽然说，我们会说，就大人都不看电视啦，那势必我们就是要大家都在转型到网络上。我觉得要提醒的是，除了呼吁大家多做的人多做儿少节目之外，也希望家长，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好的儿少节目，希望家长在让孩子看动画之余，其实有空的话，真的可以上网找一下，真的有很多很棒的节目等待就是家长或者是大众来发掘。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，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5星节目，欢迎民众踊跃收看，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。同时，媒观也特别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，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5星奖活动，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。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请投阿婆一票，拜托拜托。